由大三巴那扎廟值理會、慈林圍居民關注組與澳門數碼攝影學會合辦的歲月留影，我們與澳門一起成長攝影展，4月2日下午4時在慈林圍那扎文化館開幕，展出該學會提供的35組攝影作品，以時間順序排列，讓觀眾全面感受澳門回歸前後城市的發展與變遷。大三巴那扎廟值理會會長兼攝影展策展人葉達致辭表示，暨值展覽讓大眾尤其年輕人走進慈林圍，共同尋找澳門的百年時光，深挖小城歷史文化光影，了解更多本土故事。在那扎文化館舉辦攝影展，可豐富整體內涵，提升廣泛關注度。大三巴那扎廟值理會青年部理事長郭柏如表示，設立那扎文化館並辦攝影展，呈現那扎精神和非遺文化。走入館內，如同走進時光隧道，感受到濃濃的文化記憶。期望藉展覽引起更多居民與旅客關注本土歷史文化遺產，配合推動文保工作，助力傳承同發揚民間信俗文化，讓珍貴的文化資源得以薪火相傳。